在人在地前要来讲素还真，素还真做警察啊！这个素还真，这个布袋戏的角色，应该是充满正义的这个形象。就算无看过布袋戏的民众，加减嘛有听过伊的名号。啊，这摆云林县警察局得到这个霹雳布袋戏的授权，伫警察局门口才两身打扮做警察的素还真，和规个警察局的气氛拢无共款。云林县警察局门口，即马加两身大型穿警察衫的素还真翁仔。经过我们团队的思索之后呢，认为建构一个所谓素还真的一个公仔啊，是最符合我们云林霹雳民警的一个在地的形象。素还真会当讲是充满智慧和正义的化身，这嘛和警察精神，时常爱维护治安、交通等等的工作，保护人民的性命、财产安全。他本身在剧中呢，在虚拟的世界呢，是一个正义智慧的化身，啊，会当甲咱这个在地这云林的这警察共同合作来打击犯罪。警察局嘛，另外做600只翁仔，要送互有破案或者是服务民众的优良员警，希望所有员警拢会当来学习素还真的精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